而且好多業主都反映小區一落雨就會浸水。咁今年中山樓市上半年最火爆嘅廣告，無非就係總價30零萬買中山精裝兩房啦。佢項目門口咧就係105角度，往好嘅方面講，去中山市區、去珠海都係比較方便嘅。但係每日唔係聽住過往嘅大貨車啲噪音，就係見到煙塵滾滾，你又接唔接受到呢？缺點3，呢邊本身嘅定位咧係工業區，周邊都係工廠，咁隔離咧有石材廠、鞋廠、塑料工廠，可能會產生廢氣異味嘅，而且周邊嘅城市界面都係比較一般。咁周邊大部分嘅商鋪咧都係以服務工廠為主，譬如汽修啦、五金之類嘅商鋪，所以周邊生活類嘅商鋪咧相對於嚟講就係比較少噶啦。如果你買喺呢度，想佢有啲咩翻天覆地嘅變化咧，可能就係一件唔係好現實嘅事啦。Hello， 大家好啊！歡迎收睇中山防盜網頻道，我係今期嘅主持人 Dion。唔知大家有冇發覺咧，年年都會有幫人為咗獲得流量去唱衰嘅樓市，咁同時亦都會有幫人無論個市點差都會搏命同你講，唔買就冇得買噶啦，樓市咧就嚟升噶啦。咁其實無論個市場有冇變，你出嚟睇就知道噶啦，而唔係聽呢個博主講，嗰個博主講，甚至聽我講就得嘅。咁今年中山樓市上半年最火爆嘅廣告，無非就係總價30零萬買中山精裝兩房啦。相信屏幕前嘅你，無論係 YouTube 或者係各大類型嘅廣告，甚至推銷電話都聽得唔少啦。咁呢個30零萬嘅樓盤究竟係指邊一個樓盤呢？佢嘅優點係咩？缺點係咩呢？我哋嗱聲點個讚，進入我哋今日拆解樓盤華發觀山水。如果大家呢幾年有接觸過中山樓盤嘅觀眾，對呢個樓盤係一定唔陌生嘅。而且呢個樓盤有70%嘅業主都係嚟自香港，喺中山都有個別稱中山小香港。好啦，老規矩，我哋先講缺點，再講優點。缺點1，位置較偏，項目位於三鄉嘅邊緣地帶同神灣交界。咁首先三鄉已經都係屬於中山較落後嘅鎮區啦，遠離市區。咁基本上咧，中山市所有嘅創新文旅、醫療教育等新型配套，基本上係享受唔到之餘啊，呢個樓盤仲要係本身夠偏嘅三鄉鎮嘅邊緣板塊，同荒無人煙嘅神灣位於一齊。你買喺度住，與其話去三鄉嘅大潤發同文化廣場，不如直接開車去到珠海嘅山姆會園啦，都係一樣時間，20公里30分鐘，真係驗證咗句話：閻羅王嫁女揾鬼要咩？OK， 咁我哋睇翻佢實際嘅周邊配套佢項目門口咧就係105角度，往好嘅方面講，去中山市區、去珠海都係比較方便嘅。但係每日唔係聽住過往嘅大貨車啲噪音，就係見到煙塵滾滾，你又接唔接受到呢？距離最近嘅 shopping mall 1+1咋都要4.3公里啊！與其話係 shopping mall，不如講就係普通嘅超市啦。距離最近嘅甲級醫院三鄉醫院都要成6-7公里嘅，仲要係2級醫院嚟嘅添。平時頭暈身㷫就話冇咩但係如果唔好彩遇到啲咩大問題，咁真係幫你唔到啦。當然啦，睇到呢度啲觀眾朋友咧，肯定好多人都會話買華發觀山水落嚟度假啫，使唔使咁多要求啊？但係買嚟度假咧，都唔會嚟到國道度假吧？好啦，各位有咩唔同嘅見解咧，可以喺評論區分享下喎。缺點2，項目周邊嘅教育配套咧就差緊啲啦。白石環小學距離項目3公里，係屬於市重點小學，但係咧佢嘅硬件設施就比較普通，教育資質同埋環境咧都係一般嘅。咁桂山中學咧雖然係省級重點高中，但係距離項目都足成9公里咁遠嘅。如果買喺呢度，小朋友返學嘅話，屋企有小車代步，自己又得閒接送上落課，咁就冇乜大問題嘅。但係如果冇就需要坐公交或者打的，對日常嘅通勤壓力都係比較大嘅。所以買喺呢度有教育配套需要嘅朋友，真係要諗清楚先啦。缺點3，呢邊本身嘅定位咧係工業區，周邊都係工廠，咁隔離咧有石材廠、鞋廠、塑料工廠，可能會產生廢氣異味嘅，而且周邊嘅城市界面都係比較一般。咁周邊大部分嘅商鋪咧都係以服務工廠為主，譬如汽修啦、五金之類嘅商鋪，所以周邊生活類嘅商鋪咧相對於嚟講就係比較少噶啦。
如果你買喺呢度上，佢有啲咩翻天覆地嘅變化呢？可能就係一件唔係好現實嘅事啦。缺點4，周邊城市面貌、生活配套唔夠完善，加埋教育配套比較差，項目後期嘅流通性咧肯定就唔高噶啦。如果未來唔會有咩改變嘅話，本地人基本上就唔會買呢度嘅二手市場，後期只能夠賣翻俾香港人。所以嘅話買嚟過渡後期咧有考慮賣出去嘅話咧，就要認真諗諗啦。好啦，缺點就講完啦。如果你都可以接受到嘅話，咁我哋咧就接落去聽下佢嘅優點啦。優點1，開發商咧係珠海嘅龍頭企業華發擁有國家1級房地產嘅開發資質。珠海一直都有流傳緊一句話就係一城珠海，半城華發，所以可以見到華發嘅實力咧係毋庸置疑嘅。咁好似珠海嘅日月貝啦、橫琴國際中心、華發商都等城市地產建築都係出自華發之手嘅喎。開發商嘅實力咧，大家都係有目共睹嘅，所以成個華發官山水佢嘅項目建設小區園林規劃同埋交付標準都係非常之高嘅，好比即使係中山都係非常之唔錯㗎。優勢2，項目擁有700畝嘅原生態湖，擁有6500戶嘅住宅大盤，背靠中山龍脈五桂山，環山而建。項目擁有背山望湖嘅稀有資源，14萬平方嘅園林。小區有個環湖跑道，你朝頭早起身可以沿湖慢跑，食完飯咧又可以散下步或者釣下魚，空氣環境咧係非常之好嘅，綠化率咧都係達到48%，喺中山基本上係揾唔到綠化咁高嘅樓盤嘅。第3，項目咧佢係自帶港澳巴士嘅，每日最少有3個班次，咁票價話咧就係35蚊。香港嘅朋友咧要返香港嘅話，落樓下咧就可以坐到巴士噶啦，非常之方便。咁禮拜放假都可以帶埋啲朋友仔一齊坐巴士過嚟玩下㗎。好啦，接落嚟咧再同大家講下樓盤嘅戶型同埋價錢啦。咁華發官山水咧係分3期開發嘅，現時賣緊嘅話咧都係第3期，亦都係最後一期嘅啦。在售棟數分別係23棟嘅89平方、99平方，兩梯6戶嘅無批交樓，均價係6500蚊。7棟18棟95平方同埋108平方兩個戶型，兩梯4戶無批交樓，均價都係6500蚊1平方嘅。咁16棟嘅話咧就係95平方同埋108平方兩個戶型，精裝修交樓，均價係7500蚊左右嘅。9棟同埋10棟嘅話咧就係94平方同埋119平方無批交樓，睇湖景嘅，均價咧就去到8500到10000蚊左右嘅。咁究竟有冇網上所講嘅30零萬嘅房呢？答案係有嘅，但係上年賣嘅71平方嘅戶型嘅價錢，目前已經係賣晒㗎啦。咁除咗高層單位之外咧，樓盤仲有別墅在售嘅，面積咧係222平方到360平方，總價係180萬到600萬之間嘅。咁華發官山水對比周邊樓盤又有咩優勢呢？首先隔離一手樓盤，距離華發2公里，雲山匯景豪苑，佢均價咧就8000蚊1平方，但係佢小區規模咧就比較細啦，成個樓盤咧先得6棟高層，綠化都係比較低嘅。咁距離4公里嘅旭海綠洲咧，均價係9000蚊1平方，價格咧就比較高，而且咧小區規模又係比較細嘅喎，成個樓盤先得10棟高層。而且好多業主都反映小區一落雨就會浸水。周邊二手盤均價大概都係6到7000蚊左右啦，但係華發官山水嘅二手均價咧係5500蚊左右1平方嘅，有部分豪裝睇湖嘅單位咧就賣得貴啲，大概咧係9000蚊1平方咁到。好啦，咁我哋總結下，究竟呢個樓盤適合咩人群呢？如果話你單純考慮度假為主，一年365日就返嚟住1-2個月嘅，完全冇問題。偶爾過下中山市區或者珠海玩下，即使唔係好近，但係都係30分鐘可以搞掂嘅行程。如果你話要考慮養老嘅話咧，你要接受佢冇配套、冇交通、冇醫療。如果你都可以接受到嘅話，就可以買。而且小區比較大，行出去小區商店咧都要比較遠。最後咧就配部電動車啦，出去大潤發嗰啲商場又遠喎，有小車仲好啲。如果冇嘅話咧，真係好唔方便嘅。出入都要打車，咁就認真麻鬼煩啦。但係如果你覺得呢啲都冇所謂嘅話，就係貪佢價錢平，咁就冇問題啦。因為呢個樓盤未來講句唔好聽，冇任何升值可能，投資真係嘥鬼氣啦。成個小區6000幾戶人，
未來要買，你面臨嘅係大量嘅二手房嘅競價，唔好話賣好價錢啦，就算係賣得出你都偷笑啦。所以你買落嚟咧，真係可以接受以上嘅缺點，咁養樓咧係冇問題嘅，因為呢個樓盤嘅環境咧都仲可以嘅。如果你係買嚟投資嘅話咧，咁就真係唔建議啦。好啦，咁今日咧啲人就分享到呢度，希望睇完我呢條片可以幫到你哋。咁當然啦，如果大家對我嘅測評同埋拆解持有唔同嘅態度或者意見嘅話，都希望你哋可以喺評論區分享你哋嘅見解啦。我哋分享得越多越真實嘅資訊，咁就可以幫到越嚟越多嘅人可以真實去了解呢個樓盤。我哋都唔會求其叫你去買任何一個樓盤，我哋只不過將最真實嘅資訊分享俾你，而買同唔買就係由你自己去決定嘅。OK， 想喺中山買樓或者珠海買樓或者有任何嘅樓盤疑問，都可以隨時諮詢我哋。我哋中山防盜網希望可以喺茶餘飯後作為你一個消遣嘅頻道內容。關注我哋，我哋下一期見，拜拜。